大家好，我叫李芳，我来自美国，我在泰国出生，美国长大。我是瑶族人。因为想提高汉语水平，所以我来中国留学。我希望学习1年汉语后，能继续攻读硕士、研究生，学习民族学专业，研究瑶族。刚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我的中文很糟，连在饭馆点菜也不会。现在我的汉语水平比以前提高了很多，但离我想到达的水平还差得远。有空的时候，我带家里人出去玩，孩子们非常好奇。What do you think, Chris? Got you a daddy pin. Yay, daddy pin! 我在中国认识了很多人，跟中国人做好朋友，也跟一些留学生做好朋友啦。最难忘是我的朋友和老师。我一直都很喜欢中国，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回到中国。Oh my God, to me.